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赞不赞？30日伫随后一直重新举行的公益绿能模式启动，太阳能帮完港的仪式，市长王伟特特别出席颁发感谢状，感谢台积电慈善基金会、台聚集团以及成功大学为绿色社会机构建构太阳能帮，减少营运负担，也落实了台南市永续发展绿能的政策。这个屋顶不仅是具有环保概念，还有这个隔热的效果，而且能够持续的发电，持续的把这个基金一直来帮助瑞富，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。所以这个充满了爱的足迹，所以说我们爱足迹公益资讯平台。那谢谢陈大来帮我们擘画这个计划，也谢谢许多一路走来帮忙的人。我相信从瑞富这边开始做第一批的案场，那接下来这个概念会一直推广到全国各地，全台湾各地。这次公益绿能模式启动，是由台积电慈善基金会、台聚集团以及成功大学携手合作所成。而这个计划为什么会选择为台南开始做起？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表示：今天是个起点，我为什么会要做太阳能 LED 灯？就是因为我到偏远地区去的时候，有人是跟我讲，我的一半的钱都要付电费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，我如何去帮助他们。当然，用太阳能板是个很大的一个工程，尤其真正走入太阳能板要做的这个时候，才知道有多少事情是没想到要学习的。那我觉得很感谢台南政府的市政府的帮忙，更感谢成大的工作人员。建伫咧随后一直中心的太阳能板，会当产出270万度的电量，有估会当减少1000万公斤二氧化碳的排放，相当于是种了2万多丛的树啊，省落来的电费，佫会当帮助到150名师生的营养午餐费用，互这项绿能的计划更加了爱心的意义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